早起发生的这个地震是9月1大地震了后上大规模的地震，但是包括着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甲桃园市，有真侪民众地震进前拢无收到国家级的警报。有立委认为，中央应该是第一时间都要让全民来得到消息。气象署讲，因为一开始唔知影地震的摇甲遮尔大，讲本地预测的进度并无达到发布警报的标准，讲以后会过来精进改善。壁道必顺，牛条离开，搁整个角落起。电话中心大楼7楼壁道的态度嘛，规片落起。台湾拄当9日后上大规模的地震，不过真侪人去要求，先怎无收到国家级的警报？我刚刚开车来台北的路上，因为地震而停车，可是旁边问旁边的人也说都没有警报这回事。我也没有，那当然这个我觉得我可能也是国家级的边缘人吧。包括北基桃、高雄桃园和屏东九如进度拢伫咧4级以上，不过无发布警报。气象署说明是因为预估进度时无做到地震会摇甲遮尔厉害。第一波预估规模刚有6.2，第二波是高6.8，都无达到正式7倍7.2。预估规模去算出来的预估震度是比实际后面的观测的是比较小一点，所以这也是今天早上在新北、桃园、基隆这边北部地区还有南部地区部分地区没有收到国家级警报的一个原因。预测时有达到标准的所在，国家级警报拢发布。未来几天恐见会出现稍微地震，气象署会再调整地震警报。总统蔡英文和行政院长陈建仁下晡嘛取消原定行程，10点就来到中央灾害应变中心视察，听各部会报告。务必要在各种状况了解以后呢，即刻的展开相关的搜救的工作。政府启动应变的工作，大家都唔敢叫外夸，更希望灾害唔通个混化。Hello， 我是易景，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